无情无义。我本就是一个无情无义的女子。他们两人好不容易走到一起，奈何上天却给了他们最苦情的剧本，让他们明明相爱，但又偏偏不能爱。而果郡王又是多少人心中的意难平。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在天涯海角，而是果郡王和甄嬛仅有3步之遥。但无奈的是，中间竟隔着一个叫皇上的万重山。所以世间8万字，唯有情字最杀人。原来甄嬛以为挚爱已经饮恨西北，又为了营救在边疆生命垂危的父亲，于是她通过手段让皇上接自己回宫。可没想到临走的时候，居然看到死而复生的果郡王突然出现。不过景熙担心甄嬛前功尽弃，便刻意提醒千万不能感情用事，万一让皇上知道，肯定会被格式化。纵使甄嬛有1万个不舍，但为了家人，她只能和果郡王分开，并用嫂子对小叔子的礼节称呼对方。然而这样的举动却让果郡王无比失望，这分明就是划清界限、互不打扰的意思。如果早知道结局，我宁愿战死在沙场。而甄嬛一句“你若不归，又怎知我无情无义”的话，让果郡王的心里五味杂陈。因为看似抬杠的话，实则充满着关心。本宫愧对王爷，再说也无益，我也请回。虽然甄嬛说着最伤人的情话，但终究放不下情深意重的果郡王。他又怕爱人一旦想不开做出傻事，于是他找到恋人，想把事情讲清楚，希望对方既能想明白，也能理解自己。倘若这世上真的有事事如意，我又怎会进宫选择勾心斗角的生活？可惜茫茫人海，注定有些人不属于彼此，而把它归还于人海，或许才是最好的结果。回忆本来就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，退一步舍不得，进一步没资格，以至于放下你和忘记你我都没做好。然而事已至此，我们缘分也走到了尽头。为了让果郡王彻底死心，甄嬛故意说自己已经怀孕1个多月。很显然，外出半年的他不是孩子的父亲。而果郡王并没有因此乱了分寸，却反而痛心甄嬛刚走出牢笼，却又再次跳进火坑里。我想要的没有你皇兄可以给我，我父亲的性命，我真是一族的活路，还有我要的荣华富贵。我在甘露寺树，我受尽凌辱与白眼，我喂鱼肉的日子，我过怕了。果郡王根本不信他所谓的荣华富贵，毕竟爱一个人就要了解对方的一切。就在这时，甄嬛再也控制不住真实的情感，她所有的无奈和爱意以及委屈，都通通的表现了出来。此刻，果郡王心疼的表示愿意带她远走高飞。我何尝不愿抛下一切就跟你走？可是你我任性一次，却将父母族人的性命置于何地？天下之大，容不下一个允，容不下一个甄嬛，我们没有选择了。甄嬛的说辞句句都说中了要害。当然，果郡王也清楚的知道，他和爱人从此再无可能。尽管他们的相爱何其幸运，但所有不合时宜的相遇，惩罚的恰恰都是那些认真的人。问世间为何有这么多阴差阳错，让2个相爱的人始终无法修成正果？次日，想通的果郡王愿意护送爱人回宫。既然今生今世得不到甄嬛半分，那么他宁愿在皇宫守护爱人直到永远。当甄嬛穿上旗装的那一刻，一个霸气侧漏的贵妃赫然出现，而他第一个针对的人就是曾欺负自己的静白师太。但他看在昔日恩人的面子上，最终只是罚静白到佛堂里忏悔。然后他又给了恩人一个大惊喜：今日起，由莫言师太执掌监寺一职，你等悉听管教，不得有违。随着甄嬛回宫，新一轮的宫斗大戏也即将拉开帷幕。